好啦，嗱，今集嘅游清源號外咧，就同大家講一個我好欣賞嘅學者，亦都係公共知識分子嘅一個講法。佢就係東京大學教授阿松田康博啊，佢就用20幾年嘅數據去引證日本、韓國、台灣若然係大舉增加軍費嘅話咧，查實咧就足以同中國係有得揮有得砌嘅，犀利咧，係嘛？唔好妄自菲薄，引喻失義。台灣單打獨鬥可能慘啲，但係你要守咧又好簡單啫。通常咧你要打一個地方咧，你攻嗰個咧要多對方起碼3至5倍嘅軍力先得。即係譬如人哋有10萬個軍人去守城，你就起碼要有3萬至50萬嘅人去攻城先至得嘅。咁所以台灣要守咧都唔係守唔到嘅，不過咧你長守落去就未必得啦，即係好似長春餓夫戰咁，餓死你啊！但係如果你夾埋日本，甚至夾埋韓國，咁又唔同喎，成個古仔又唔同玩法啦。咁而且你夾埋到日本，夾埋到韓國，就代表住背後仲有一個國家叫做美利堅合眾國。仲係有宇宙最強嘅軍力嘅美利堅合眾國由呢個山琴馬杜羅到呢個對伊朗最高領導人進行哈梅內呢場斬首行動，大家已經睇到嗰啲軍力係超驚人，其實唔係我哋凡人諗到，即係咧，其實同俄羅斯同中共即係仲拋離好遠，佢哋仲係車尾燈都未睇到㗎，好老實。咁但係而家唔好講呢個先啦，講下松田康博咧，佢點睇成件嘢，我就覺得呢樣嘢先至妙過大隻妙啊嘛。好啦，嚟啦，各位嗱，各位話說啊，呢個話說日本呢個東京大學嘅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嘅意思咧喺日本嚟講咧就唔係講緊喺自己研究自己，係東洋咧喺學術界嚟講咧傳統上係指中國嘅所以咧嗰啲咩咩內藤湖南即係嗰類咧宮崎市定你京都學派啲咧講東洋史咧，其實講緊中國史，咁咧就。而家講易啲咧，都係所謂中國嘅影響圈啦。以前叫朝貢圈，咁日本從來都唔係朝貢圈噶，即係都可以講叫東洋嘅咁所以其實佢係中國通嘅即係總之個日本東京大學嘅東洋文化研究所嘅教授松田康博咧，佢最近就喺呢個自由時報嗰度發表文章話，喺後冷戰時期。中國唔單止借呢個全球化去大力推動佢嘅重商主義，呢個真係諷刺。識睇就知道，全球化係講緊自由貿易，但係佢其實係用緊重商主義就係話扶植嗰啲商界即係話經過經濟脅迫啦，用嗰個所謂國家補貼啦，強迫技術轉移啦，如此類推呢啲重商主義嘅手法去谷大自己嘅經濟。除咗呢樣嘢之外咧，佢仲大舉擴軍，所以咧其實佢好似表面上擁抱全球化，其實佢係一手破壞全球化嘅。而家搞到今時今日咁咧，人哋話你咧係大舉傾銷賤價傾銷中國貨，你問問歐盟啦，都知噶啦，嗰度都好明顯，你睇電動車就知噶啦，係嘛？咁點同你玩啫，係嘛？咁而家仲大舉擴軍，借住呢個情況去大舉擴軍亦都兇人啦！你唔信就問下菲律賓啦，問下啲賓仔佢哋點樣俾佢蝦？總之時至今日，松田康博話咧，中國嘅名目國防預算已經係日本嘅4倍噶啦。咁言下之意咧，佢呢個係名目國防預算，仲未好多，未計好多咩所謂軍工企業或者一啲辦民企嘅，實際上係做軍火嘅所謂企業你計埋呢啲咧，仲不得了，肯定唔止4倍。可能係講緊5倍、6倍、7倍、8倍。講到呢度咧，即係要再強調一句就係
東洋文化研究所咧，其實係中國文化研究所所以咧松田康博咧係中國通嚟嘅。嗱，咁呢位中國通咧，佢就進一步以東亞四國，即係中日韓台夾埋當係100% 嚟計，即係嗰個餅係永遠都係100，但係咧隨住啲軍費唔同咧，個比例就唔同咗噶啦，佢所佔嘅份額唔同咗啦。而根據英國智庫 IISS 國際戰略研究所嘅 Military Balance 軍事平衡嘅報告咧，2000年嘅時候中國、日本、台灣、南韓嘅國防預算比例，如果100% 嚟計咧，中國係佔36%，日本當時2000年嘅時候係佔38%，仲高過中國㗎台灣嗰陣時候咧就係15%。南韓咧嗰陣時候咧就11%，咁以當時嚟計咧，日本係高過中國，咁台灣亦都高過南韓啦咁即係話喺2000年嘅時候，中國只係佔36%，而單係日本就佔咗38%，係嘛？如果日本加埋台灣同韓國咧，就佔咗64%。總之單係睇牌面去計中國唔單止唔敢打日本，就連空台灣同韓國都唔係有壓倒性嘅優勢，係嘛？你嗰陣時都係多台灣兩倍鬆啲啫嘛，係嘛？多南韓就多啲3倍鬆啲咁樣咯。咁喺咁嘅情況咧，佢又唔敢亂空嘅更何況咧仲要提防台韓日會聯盟噶嘛，會結盟噶嘛就算唔係3國結盟，2國結盟都唔得了啦，係咪？但係真係一個酸梅兩個核，今時唔同往日。松田康博教授跟住就指出話，時移世易啦，到咗2022年，已經變成咧中國個軍費係佔，如果100% 嚟計咧，係佔咗65%，日本就跌到得翻17%，即係成個餅係100嚟計，台灣就得翻5% 添，而南韓咧就升咗嘅，反而係有13%咁樣嘅。佢話中國嘅國防預算已經膨脹到日本嘅4倍，而南韓咧個國防預算都膨脹到台灣嘅2.6倍，即係南韓都擴軍得緊要，佢都要擴軍啦，即係日本啦、台灣都要啦。咁即係話事隔22年形勢可以話180度逆轉嘅。中國已經等於日、台、韓3國加埋嘅差唔多2倍就形成壓倒性嘅優勢。而咁亦都解釋到點解習近平揸莊呢10幾年，中共對日、台、韓都勢凶甲羅，完全唔放佢哋入眼內。韓國有限韓令啦，台灣唔係日本亦都有最近有限日令啦，台灣就直情圍台軍演又圍台軍演又圍台軍演啦，唔知幾多次添啦都無他嘅。中國嘅名目軍費咧，唔單止係日本嘅4倍，更加係韓國嘅5倍，甚至乎係台灣嘅13倍。而呢個再講一次，只係名目軍費，唔係實際嘅軍費開支。實際恐怕係講緊係日本嘅8倍，韓國嘅10倍，台灣嘅26倍，甚至可能係咁，係嘛？好得人驚。喺咁嘅情況底下，有3樣嘢係必須做嘅。第一就係日韓台3國必須結成聯盟。其實你睇嗰張地圖就知，如果韓國、日本、台灣結成聯盟咧，第一島鏈基本上咧大半條都喺度噶啦。咁跟住辦落去咧就係菲律賓，係嘛？再辦落去都係馬六甲海峽啦，嗰啲都唔使話噶。咁菲律賓根本都係美國叫佢做乜就做乜噶啦。咁所以咧冇問題嘅，個包圍狀態已經形成噶啦形成咗個圍堵嘅勢態。起碼咧就話，就算佢軍隊好似勁過你好多，但係都唔敢輕舉妄動。因為正如頭先講啦，如果係形成咗個包圍狀態、圍堵狀態，等於一個圍城咁樣咧，你要攻佢咧，你要多佢3至5倍軍力。咁但係如果而家嚟講，你都係2倍到啫嘛，咁你唔夠打嘅。咁將來就要講到第二點。第二點就係咩咧？第二就係必須要做嘅就係大增軍費咯。日韓台3國係必須盡快大幅增加軍費，真係去到好似賴清德講要去到5% 啦，咁先得嘅。
咁啊美國佬亦都用，川普亦都 happy， 哇！你同我買幾百億軍火，咁啊日本啊可能係講緊幾千億添，你唔好講咁多韓國都係嘛？咁但係咧大家好 win-win scenario 嘅，咁咧一來美國佬話 happy，二來你自己又強大咗，佢又唔使咁驚，要孭太重飛咁三來咧亦都可以收窄到從中國軍力嘅差距，呢個好緊要嘅。第三就係啱啱講帶出嘅美國，就係日韓台三國必須馬實美國，從而就發揮狐假虎威嘅效應。唔好睇小狐假虎威啊！即係狐狸嘅話背後有隻老虎係真係嚇得噶。你隻戰狼以為可以打到狐狸，但係望一望後邊有隻大老虎，你夠唔夠膽打？呢個狐假虎威咧就係會足以令到咧中國戰狼唔敢打日本狐狸，唔敢打日本狐仙，唔敢打台灣狐仙，唔敢打韓國狐仙咁因為有隻美國老虎喺後邊，你一定會知難而退。而到目前為止呢三點嚟睇咧，可以話成功咗6-7成嘅，就唔係話好，真係仲要努力啦咁即係點成功法咧？第一咧，日韓台三國咧，而家都盡冧美國噶啦，咁都叫做咧，應該唔太擔心，因為美國就出去自己利益嚟計都要保護住嘅，咁當然要揸軍費啦咁而日本同韓國亦都係大幅增加軍費噶啦。呢個亦大舉買美國軍火啦台灣本來都係嘅，有買400億美元軍火，即係追加。但係而家喺立法院嗰度，即係喺台灣國會度，俾國民黨喺度 hold 住嘛，hold 住一路都唔准啦嘛，唔准過嘛。而家話而家個盤好核突噶，個盤就話要而家國民黨即係習近平叫呢個國民黨主席咧鄭麗文咧，你一定要千方百計喺川習會舉行之後咧，先至可以傾呢單嘢。嗰陣時可能唔使傾噶啦咁嘅意思就係你而家拖，哇！有啲咁核突嘅嘢，咁就台灣呢一點咧就真係而家難搞啲。咁可能要美國再兇一兇台灣咧，嗰班友仔先唔敢亂咁玩嘢，係咪？好啦，呢個又係一個少少隱憂啦，所以話6-7成嘅咁解啦。而日本同台灣咧兩國嘅聯盟呢個情況咧，即使唔係正式公開講出嚟，而家都越嚟越似樣噶，越嚟越似會聯盟到噶。但係日本同韓國兩個聯盟，因為歷史遺留落嚟因素咧，就未必話咁易。咁更加難就係日韓台三國聯盟啦。總之就係革命上唔係聯盟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啦總之都係咧美國前總統列根嗰句金句，川普近年都成日用嘅，就係咩咧？就係 PTS 唔係 BTS，BTS 係防彈少年嘅 PTS 咧就係 Peace Through Strength，Peace Through Strength 就係憑實力保和平，你有實力先至可以和平，即係你要打得人哋都先唔夠膽打你噶嘛，自歌為舞啊嘛，大佬係咪？小弟甚至乎諗過真係可以天馬行空啲諗，台灣人與其俾國民黨班咁嘅友仔咧拖住隻後腳，倒不如自己自發地 thinking outside of the box，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啦就即係跳出框急轉彎，腦筋急轉彎同呢個開口埋口都係話政治係一盤生意嘅川普咧，去 make a deal，make a big deal 添整一個大生意大 deal。例如話民間發起 NGO 發起咧，就呢個台灣全民運動或者全民保台運動，就索性咧爬呢個格陵蘭加拿大頭佢哋唔想做美國第51個州咩？台灣想做就話我哋台灣好願意做美國第51個州。川普你係麻煩你咧，就不如講聲台灣都係要納入埋美國第51個州噶啦即係嗰種咧，咁啊得噶啦，講聲得噶啦川普你最中意出口術噶嘛甚至唔可以提埋咧，將台灣總統就索性叫做美國一個台灣州嘅州長，美國第51個州台灣州嘅州長甚至乎咧就將
阿賴清德叫台灣州長啦，唔係叫台灣總統啦，甚至乎咧係將台積電咧索性改埋個名叫美積電 ，happy 咧，幾過萬億美金資產㗎，而家2萬億咁滯啦，哇，開心到震啊，侵係嘛？即係所以咧，肯定會覺得好似好 happy， 好過癮啊，開心到震係嘛？即使唔係真係會成事。佢都攞嚟賭白頭片噶嘛，川普個士大佬嚟噶嘛，開嚟兇下阿習總都好噶，兇下老友 President Xi 都好噶，係咪？咁啊，即使唔係真係成事，起碼喺川普餘下任期嗰未來3年，川普都講過啦，我喺度佢唔敢打台灣，而家更加唔會講都講少兩句，中共肯定唔敢揮軍台灣，你講咩？解放軍建軍100週年嘅嘥氣啦，係嘛？係就係咁啊！而阿習近平狗噏嗰句咩完全統一，亦都必須統一，就肯定統一呢啲咧。你食統一即食麵都統咩一啫，係嘛？台灣統一即食麵啦，好唔好啊？就係嗰種咧，係咪？亦都啊，你咁樣講咧，亦都會隨住川普大出口術、大打嘴炮咧，而越叫越唔響嘅，冇人睬你噶啦嚇！哇！真係齋諗都 happy 到震啊，係嘛？唔一定要真係做得成噶，有時啲嘢咧虛則實之，實則虛之，打出嚟咧已經夠噶啦，發揮個所謂心戰效應、認知作戰效應夠噶啦。我冇話一定要咩啊，我傾下啫嘛，最緊要民間發起，唔好官方。官方就麻煩啲，又話啲又話路咁啊，又再日日喺度圍台軍演，咁點搞咧？係咪？總之一句到尾，台灣為保安全，無論用咩方法，總之出盡洪荒之力，出盡飲奶力，都要勢必拖到美國落水，拖到美國落水就掂啦。而且美國落水唔單止肯定可以嚇窒到中國，仲與此同時都等於美國落水係等於日本落水，甚至乎係等於韓國都落埋水幫台灣啦咁中共就肯定冇鞋玩劇走應該係習總，習總佢肯定冇鞋玩劇走，戰狼變死狗，真係好啦。總之各位記住16個字講晒，16個字就係美國出手，日韓聚頭，中共早唞，台灣無憂，咁就為之 very good 啦。好啦，今集講到呢度先啦。總之好多謝大家嘅支持，有你哋嘅支持，小弟一定會竭盡所能，諗盡辦法，扭盡六壬去繼續堅持噶。好多謝大家，多謝晒，拜拜。